即係呢次亞洲田徑錦標賽，越南名將啊毛士香咧，亦都在陣。不過佢跑嘅項目的確比較多啊。咁另外第一線都係越南選手咧，就係、黎玉鳳嘅。咁其他選手包括第二線嘅韓國選手金初龍啦。咁呢邊亦都介紹緊啦，第三線敍利亞嘅薩利克。咁另外咧，琴日喺4×1嘅複賽裏邊都有出場嘅咧。咁就係第五線嘅會係日本嘅高橋萌木子。不過呢邊咧，首先會見到咧來偉傑先。咁個人嘅最佳成績咧23秒81。亦都係本年度嘅最佳成績啊！現場都好多觀眾咧鼓勵佢啊！見到就高橋萌木子啦，一路咧就係睇住港電視體育頻道呢幾日嘅亞洲田徑錦標賽直播啦，都會咧對呢個面孔都唔係好陌生。咁喺下年廣州亞運咧，亦都肯定咧係中國隊其中一個咧就係主要競爭對手。呢度見到啦，越南名將啊毛士香。咁跟住下一位咧就會見到我哋中國嘅選手咯喎，就係蔣蘭。咁個人嘅最佳時間咧23秒30。咁大家睇緊呢，就係第18屆亞洲田徑錦標賽200米女子嘅決賽啊！跟住咧，最後一線呢，就係嚟自斯里蘭卡嘅拉斯蘭雅科。呢項嘅世界紀錄咧係21秒34，亞洲紀錄其實都係中國嘅運動員保持嘅22秒01。李雪梅應該係。係啦係啦。第四線中國嘅來偉傑。第五線嘅高橋萌木子，第六線嘅毛士香，第七線嘅蔣蘭。咁呢啲咧都係喺今次賽事裏邊咧已經係有表現啦，或者大家熟悉嘅名將。好啦，比賽都展開咗啦，咁想見到咧就係轉緊呢個彎道，第六線嘅毛士香似乎有少少帶出嚟，另外隔離嘅高橋萌木子亦都唔錯，咁蔣蘭都喺毛士香嘅後邊。另外睇下第四線嘅來偉傑啦，入到嚟直播啦，高橋萌木子同毛士香嘅鬥法啊，咁見到亦都係喺頭兩個位置。咁另外咧亦都見到第七線嘅蔣蘭咧上嚟都唔錯，應該係呢三位選手分別1、2、3嘅，高橋萌木子第一，毛士香第二，蔣蘭第三嘅。今次比賽日本嘅選手幾好啊，發揮。有銀牌，毛士香。有銀牌，100米嘅銀牌。不過來偉傑啱先嘅發揮咧，就睇嚟咧就係未咁理想啊。係。咁等間我哋啲同事喺下邊會唔會就揾到佢哋去傾？呢度睇翻頭先啊女子200米嘅衝刺嘅情況啦。咁翻嚟咧，高橋萌木子啦、毛士香啦，緊咧就早過蔣蘭啦，係一個兩個身位度啦。咁啊得到呢段銀牌，咁蔣蘭係得到第三。咁頭先就啱同我哋傾完呢，就係依家鏡頭最右邊嗰位咧嘅來偉傑啦。